卫福部公布114年全国全民健康保险总额预算是9286亿，成长率是5.5%，是有史以来成长金额上悬的一年。卫福部强调，今年总额核定有5大重点，包括赶紧引进新药啊，保障罕见疾病、血友病患就医权益，还有偏向医疗服务，也会强化精神医疗照护，也有在体医疗照护等等。健保总额阁创新悬，卫福部采购正式公布114年全民健康保险总额预算，伫参考医界纳钱者的建议方案和整体政策了后，落尾核定是9286亿，成长率是5.5%，是历史上成长金额上悬的一年。按算今年底安全准备会当到法定1个月以上的保险给付支出，财务稳定，未调起健保费。14年是2.04个月，所以我不用调费率，所以我的费率仍然维持以往5.17。卫福部讲，因应人口老化、新医疗科技的进步，这笔病院总额和西医基层部门的核定有5大重点，包括加速新药的导入，拢总81亿；罕病、血友病专款180亿；偏向医疗服务是39亿；精神科长效的针剂药费31亿；含扩大伫厝的急诊照护93亿。对这医界认为讲，这当帮助减少医护人员的离职。不过，医界团体烦恼讲总额增加，工课量无一定有改善。担忧相关预算恐会直接用于补贴点值，而没有实质用在医疗服务以及友善职场上。医院的财务韧性增加。我们台视这边承诺，我们一定优先会帮医护人员做更好的调薪，以及优化他们的职业的环境。卫福部强调讲，今年争取公务预算编列健保财务帮助法案，拢总是335亿，属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拢总111亿。对健保总额算出来，用公务预算来支应，帮出来健保总额预算回归医疗需求，来扩大政府医疗投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